珊珊，你好。好久不见。珊珊，这是我们请来的美术顾问王老师。王老师，这是您一直想见的策划人雷闪闪。你好，王老师，好久都不见了。今天正好我有空，我带你去马场转转吧。早说好啊！但是现在确实是没时间，因为我得带他回画廊啊。改天吧。王老师，咱们先走吧。同学们，你们在下笔之前一定要仔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